幾十蚊一件嘅波衫，講得出嘅球星都有。而似嘅名牌 T 恤，連明星都着過，你又信唔信？仲有睇落同名牌差唔多款嘅手袋。有女人街檔主聲稱賣嘅都係真貨，只係價錢平啲。唔係咩價錢都有，係大褲廿幾30蚊、100幾蚊都有。哦，真貨就幾日就相差好多啦，呢度冇假嘢啊！有檔主就承認有賣假貨，就連海關都成日嚟掃檔，不過都照賣，仲客似雲來。佢哋有啲會買嘅，有啲佢哋係指定係買嗰啲咩copy咯，叫做係咯咁樣咯。即係佢哋有啲可能都知。有啲可能都知嘅，係啊。其實有冇人即係海關會唔會嚟 check 啊？呢條街係咪都唔會？梗係會啦，海關梗係會嚟啦。女人街賣嘅好多貨啦，都係冒牌貨。其實好多香港人都知㗎啦。有遊客就話啦，佢哋都明知道呢一個事實，不過就係貪呢度嘅貨品啦，仿真度夠高，所以專登嚟呢度買嘢。哦，這條街是吧？這條街東西都很便宜，所以也無所謂假不假了。如果自己喜歡假的，然後喜歡也可以買啊。不過有外國遊客就話唔知道有啲貨係冒牌。I didn't realise that, no. Not by looking at them, you can't tell the difference. 美國貿易代表處一份有關全球冒牌同盜版黑點嘅報告指，香港嘅女人街同深圳羅湖商業城等20幾個購物區，以及中國搜尋引擎百度等，都係賣假貨同盜版貨嘅黑點。涉及嘅貨品包括軟件同工業產品，以中國佔嘅量最多。報告促請有關當局加大力度打擊呢啲黑點嘅盜版活動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妍瑩報道。